观众朋友来看讲，这敢是三太子伊家己想要去佚佗呢？家己有一间卖佛具的店，伫个塞车仔顶头有放10尊的三太子佛像，准备要出卖。想袂到呢，伊目睭一个呢，规个塞车仔煞无去，安怎找嘛拢找无。调监视器才发现讲，原来哦，这规车的三太子，家己一路厝一直厝到停车场。这员工看到嘛，感觉真神奇哦，一直讲太子爷想要出去佚佗。 停车场内底雄雄出现一车的太子爷，无人杀，家己走，来到货车头前，佮家己正弯，敢讲是太子爷看天气袂歹，踮咧厝的想无彩，所以就家己坐车出门佚佗。规车的太子爷就安尼同齐要出去佚佗，毋过因一个到停车场，就直接挖入去车位，甲车停好。这阵太子爷家己坐车走出来，嘛，互店内员工拢惊到。 就是因为要出货的那个外物找不到神，然后一直找不到，然后才调监视器。调监视器来看，才发现太子爷是家己偷走的，佛像乃家己走出来，来，时间摕倒转去。原来是店内员工甲塞车轻轻塞一个，人就走去，想袂到塞车就家己挖一个方向向外口出去，好加载规车太子爷尾啊出到停车格内底停好。若是走去到路的，后果想都毋敢想。佫无去弄着车。 嘛无去弄着啥物物件，有咧闪，前面佫无倒去。什么就有咧闪，很厉害哦，很神奇。店内员工讲，真正是足神奇的，因为有家己挖一个方向，若10尊太子爷拢无代志，嘛无影响到大路的车。尾仔头家甲影片抛去人面册，甲民众分享，讲太子爷想要塞车出门，你想要动嘛动袂落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